我哋今日呢一個健康沙田樂齡科技日，屬於我哋沙田嘅一個樂齡科技展。沙田區65歲以上嘅長者呢，其實已經超過15萬。長者啦，同埋護老者，其實嗰個服務需求咧都係非常之殷切。社署咧喺2018年咧就推出咗咧係10億元嘅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希望咧就能夠幫助咧改善我哋老友記嘅生活質素，減輕咧就係醫護人員啦、護理人員啦同埋照顧者咧佢哋嘅一啲壓力。政府再喺24-25年度咧額外再注資咗10億元。擴闊個用途咧，去到一啲咧係適用家居照顧嘅樂齡科技產品。數碼港作為香港嘅數碼科技嘅旗艦，我哋多年來咧一直係支持樂齡科技嘅發展。今日喺呢個活動上邊，我哋總共有15間數碼港嘅初創企業展出佢哋喺樂齡嘅產品。我哋追求嘅唔單止係技術上嘅創新，最緊要以人為本嘅。咁樂齡科技應用嘅範圍係非常之廣泛嘅，發展嘅潛力亦都好龐大，俾到我哋長者喺屋企咧能夠享受呢啲科技帶來嘅便利。瀝源村同埋禾輋村兩個屋村喺1970年代已經開村以嚟，其實大家屈指一算，如果當其時20幾歲入住咗喺呢兩個村，今時今日咧已經去到70歲嘅年齡。我哋呢一區嘅居民咧有唔同嘅需要，好不幸地喺過去嘅1個月啦，就喺我哋元和路已經有2宗獨居長者獨留家中遇上事故，其中一個個案仲因為延遲咗被發現，最後釀成悲劇。特區政府、勞福局以及係社會福利署一路都關注大家嘅情況，無奈地現行嘅一啲解決方案始終有佢嘅一啲限制，所以其實我哋一路不斷去到諗唔同嘅方式。包括話可能有一啲智能嘅探測器，我亦都就喺上個禮拜去信咗俾中電同埋係煤氣公司啦，建議佢哋嘗試去到積極研究，能唔能夠用一個電量或者煤氣嘅用量去到作為一個警示。希望各位嘅社區服務嘅團體代表，趁住今日嘅機會去到體驗一下我哋最新嘅數碼港園區裏面長者相關嘅一啲科技，亦都加強聯繫。今一次只係一個開始，我哋未來將會繼續去到拓展。